赶紧设法联络他们。好，走走。七爷，你看，是超华的信号。走，快去看看。走。破天，看见信号，咱们赶紧过去。 得小心点，千万别暴露了身份。这明明是超华的信号，怎么没见他们人呢？我送你和他们团聚。什么人？送你们上路的人。 醉月楼，让手下把这个地方团团围住，不许放走一个人。好，真不错，跳得好啊！动情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不好了，动情姐，出事！是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外头来了好多官兵，把醉月楼给围住了。去。 快走，快走！不许注意！都滚开！校长，快过来！快走！快快！进去！快点！不给乱动！好。去死吧！ 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是他杀了我爷爷！我让你还我爷爷！孩子找爷爷，孩子找爷爷。是潘汝贞这个狗贼！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天险。 所有人，赶紧出去！滚吧，快点滚！哎呦，我说您这位风度翩翩、玉树临风的关老爷，我这醉月楼是犯了什么事，让您这么劳师动众的？我听说东林党的余孽藏在你这醉月楼，所以我过来查看查看。 东林党，您这是抬举我呢，还是开我玩笑啊？来我这醉月楼的，不是狂风浪蝶，就是寻芳问柳的。难道东林党的余孽反贼会跑到这儿来跟我的姑娘们谈论国家大事、密谋造反？哎呦，笑死人了！怎么可能呢？有没有？你说了不算，得让我的手下查看清楚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 哎，别，关老爷，我看您这个气宇轩昂、慈眉善目的，一定有一副菩萨心肠。求求您，高抬贵手，给我个面子嘛！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操持这么大的买卖也不容易。给你个面子，也行。但是我这面子是有代价的。哎呦，关老爷，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 您这么大的一个官，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见过？我这里呢，最值钱的也就是我们的姑娘们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
我挑2个最漂亮的姑娘陪您喝2杯。这主意不错，不过不用那么费心，就让他一个人给本府跳2曲就行了。进去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放我出去！你干什么？那个坏蛋杀死爷爷，我要报仇！冷静，听我说，行不行？我走。你敢打我？小少爷，小少爷，你还这么用力！你要是出去会连累所有的人。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对不起，小少爷，对不起，小少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小少爷，我求你了，原谅我吧，小少爷，我没打过你，我以后再不打你了，小少爷，我求你了啊！小少爷，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小少爷，我求你了啊！小少爷，我求你了。让我原谅你可以，那你得去杀了那个坏蛋，替我爷爷报仇。小少爷，别喊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现在的心情一样，我也现在想出去把他抓住，摁在桌上掐死他，千刀万剐了他。可是不行啊！我们现在如果一出去，我们俩也会被杀头。不光咱们俩会被杀头，紫薇野楼所有的人，冬青、华姨，所有你喜欢的人都会被砍死。你愿意看到他们死吗？啊！我不愿意看到冬青姐姐和华姨死，那我爷爷的仇就不报了吗？报？怎么能不报呢，宝贝儿？怎么能不报这个仇呢？你爷那句话说得好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我们不是君子，我们现在是娘子，娘子20年都不晚。我们一定要报这个仇。可是现在不能出去，咱们不能再给醉楼添麻烦了，真的不能。我求你了，别再哭，别再闹，你听我一句好不好？我也给你跪下了，求你好不好，小少爷？马少飞，你起来！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那我答应你，我乖乖的听你的话，你快起来！好孩子，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。小少爷，咱们现在再出去看一看。如果冬青、华姨他们真的有什么危险，咱们俩还得努一把，一起帮助他们，好吗？是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给大人送酒。醉月楼还有你这种货色？快走，走！好，这姑娘挑得好啊，舞姿曼妙，简直可以媲美杨贵妃的彩衣霓裳舞了嘛！关老爷，只要您看得高兴啊，欢迎您天天都到我这里来，我招待，免费招待。我是吃朝廷俸禄的，怎么可以天天来这个地方？那么多的公务谁来办呢？啊？哎呀，那您要是不能天天来也没关系，只要您有空，我这里随时欢迎您大驾。我虽然不能天天来，但是我却想每天看到他给我跳舞。啊？您不能天天来，却想天天见到他呀？是啊。哎呦，那我可没招了。你没招，我有啊。你有？端上来。这，大人，收下吧，华姨。哟，这么多的银两要我收下，这，我不懂了。您这个是？这是我给他的赎身钱。什么？你还懂不懂什么叫尊重？亏你还是朝廷命官。这姑娘跟我谈尊重，我当然懂。哎，摆在你面前这盘亮闪闪的银两，就代表了我对你最大的尊重。哎呦，关老爷，你可千万别为难我们家姑娘啊！少那么多废话！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愿意也罢，不肯也罢，
总之，必须要跟我走。我不愿意的事情，谁也别想勉强。哦，是吗？是的，这强扭的瓜不甜的呀。嘿，这瓜甜不甜，得放进我的嘴巴里尝了以后才知道。无耻！哎，你敢骂我？这个畜生居然想占冬青小姐的便宜，绝不让他得逞。你骂得越厉害，对，爷我咱就想想办法。喜欢。你吧。关老爷，您就放过我们家姑娘吧。为什么？哦，是嫌我给的钱少啊？那我可以加倍的给呀。但是，你要是不肯成全我，那我就把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抓进衙门的大牢。到时候，在这栋楼子里所有的人都别想活。你别欺人太甚！我就欺负你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啊？难道你还要连累所有的人都被我欺负吗？好啊，那来人！我跟你走。冬晴，嘿，算你识相，啊？花姨，让我跟他走吧。如今人鱼还在我们这儿，大不了我找个机会把他给杀了。娘，你别走啊！娘，你别走！哎，你乱叫什么呢你？你叫谁娘？娘？你有这么大一闺女啊？是啊，我们姑娘婚结得早，14岁就嫁人了，现在有个8岁大的女儿叫花儿。行了，谁都会有过去的，我不介意。哎，大人，走，你不介意，我介意啊。你是谁啊你？我是谁？我是他奶妈。谁？他奶妈。他奶妈？对。阿姨娘，你别走，你千万别走，你别走，爹就快死了。行了，别叫了。我不管你爹的死活，我要的是你娘。大人，婚姻大事还是谨慎点好，要不然会后悔的。我会后悔？开玩笑，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后悔字怎么写。关老爷，你饶了我娘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哎，我可明确告诉你啊，我不想说第2次了，你休想。大小姐，干什么你？这么不懂事呢？让你娘跟着老爷享享福不行吗？看他们娘俩倒霉的，他爹刚结婚生了个孩子就麻风病。麻风病？对，他爹啊？他爹。啊，对，我爹得了麻风病，有的时候啊，身上的肉啊一块一块的烂得往下掉。你别激动，说什么呀？走，没事，闪开，会传染的。娘，既然这位关老爷那么想带您走，您就跟他走呗，记得常回来看我啊。关老爷，就拜托您了，照顾好我娘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没说做你的后爹啊，谁说做你后爹了？走开！来人，把银两给我带回去。哎，关老爷，您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刚才您不是说要把我们这的姑娘都给定了的吗？哎呀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那刚才你怎么没说他有个这么大的闺女啊？啊？那您刚才不是自己说的吗？不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哎，你也没说过她嫁过人呢，而且嫁了个麻风病啊！啊，你松手！哎，我说，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出来？你简直是无耻！你混蛋你！你就是个奸商！哼！哎，大人。锦衣卫包围了醉月楼，冬青会不会遇上危险？100千里，深得义父信任，也能与反贼为伍。不行，不能去，绝不能与反贼为伍。刚才啊，还真多亏了你们俩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送走那个瘟神呐。主要得谢小少爷。哎呀，别谢我了，应该谢谢花姨呀。花姨配合的多有默契呀。我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小少爷，多亏了你们。冬晴姐姐，
你以后别叫我小少爷了，就叫我人院吧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啊，那以后啊，也别再叫我冬晴姐姐了，就直接叫我姐姐好了。嗯，好。花花，你看好。来，喝口酒。哎好，好。来，我喂你啊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来，吃口菜。我喜欢你，花花。我喜欢你。好舒服。哎呀，舒服死我了，太舒服了，舒服，哎，太舒服了。不要走嘛！不要！我那个不孝的爹，骗我说要把我相公押回黑风堂，可这都日上三竿了，连我相公的影子都没看到。你看，哎呦，这全干什么呀？这兄弟们也不知道给我扔点衣服，这光天化日的多丢人呐！这千万别碰见熟人呐！一会儿让我看到，我一定让他在我娘的牌位面前罚跪3天不可。是，走。走，是我们家姑奶奶，真是冤家路窄呀！要是被艾迪认出来，就是不死也半残呐！全都让他们认出来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。站住！哎，当家的。原来是宝贝女儿啊！真巧，在这儿都能遇见你们。哎呀，这天好热啊！热呀！热呀！马上就让你着凉！别嚷嚷你，给你爹留点面子。你还有什么面子啊？你都穿成这样了，朝廷让你脱光了衣服忧国忧民啊？老实说，是不是风流快活去了？别这么大声嚷嚷，你嚷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爹现在正在为朝廷执行一项非常秘密的任务。任务？嗨，什么任务啊？连衣服都不穿啊？听都没听过。不能说呀，这说了那就不叫秘密了。哎，那当家的，你这衣服上哪儿去了？总能告诉我们吧？我坦白告诉你们吧，我遭到了东林党的暗算，他们扒光了我的衣服，还威胁我，在1个时辰内必须让我赶回醉月楼，否则就不把衣服还给我。我的痛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悲哀，你们了解吗？我真的是生不如死，痛不欲生啊！但是，为了朝廷，我死而无憾，我脱而无怨。没想到爹为了朝廷，竟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是啊是啊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就陪你去一趟醉月楼，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。顺便，嘿嘿，把我相公抓回来，让他当压寨相公。对，走。马上飞，你陪我来玩捉迷藏吧。别吵，小少爷。我今天感觉不好，眼皮老跳。哪只眼睛眼皮跳啊？右眼。啊，完了，左跳财右跳灾，你今天肯定有倒霉的事情要发生。这个小乌鸦嘴，我怎么可能倒霉呢？我怎么可能晦气呢？知不知道我现在是谁？我现在是全城最富有传奇色彩、最有发展潜力的龟奴，
说不定我要是再努一把，就可以成为名动九省的天下第一龟奴了。人月，啊，姐姐，人月，陪姐姐去大观音寺上香。我想请观音大师做主，咱们正式结为姐弟，好不好？当然好了。太好了，我也去。哎呀，你去干嘛呀？你跟我们姐弟来又没关系。我去。哎呀，你坐下。干什么呀你？老不让我起来。冬青姑娘，让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，我还可以保护你。问。马上飞呀，马上飞！我发现你脸皮越来越厚，华姨教你的武功只能比划2下，派不上什么真用场。要是坏蛋真来了，得我和姐姐保护你才是真的。行，就算你说对了还不行吗？可是像冬青姑娘这种身份出去，身边总得有个丫鬟吧？我不像丫鬟，我像丫鬟的娘，我跟着还不行吗？好了，别啰嗦了。要想跟我们走啊，赶快收拾东西。太好了，一下子就把袁崇焕手下的13铁骑干掉了其中9人，真是开心呐！红影啊，你不愧是本座手下最得力的爱将啊！只可惜还有4条漏网之鱼。哎，为父明白，你是心急为本座除去心头大患。本座深信，几条漏网之鱼，早晚也都是你的囊中之物。如真啊，卑职在。昨夜你劳师动众，带了那么多人马，折腾了一晚上，可结果居然是徒劳无功。难道你身为江浙巡抚，就不觉得汗颜吗？骑兵9000岁，卑职确实是忙了一个晚上，可是没有发现什么。哼，可我怎么听说有人想一掷千金，想纳醉月楼的姑娘为妾？潘大人，昨天晚上你可是够忙的。9000岁恕罪，卑职。算了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你食色性也，何罪之有啊？本座也不是个不懂得通情达理的人。起来吧。谢9000岁。不过，这话又说回来了。如果那些自命清高的东林党人，天天都混在那种风月场所，本座就不必再这么提心吊胆了。所以你以后就别假借公务之名，行风流快活之实了，明白吗？卑职明白。这东林党的余孽一日不除，本座便食不知味，寝之难安呐。自惭愧对庙堂社稷，无颜面见皇上啊。不过，再狡猾的狐狸，也躲不过猎犬的鼻子。红阳，看来这重责大任，还得仰仗你呀。孩儿自当尽力。骑兵9000岁，卑职倒有个一石二鸟之计。既可引出东林党余孽，将其一网打尽，而且说不定还能顺藤摸瓜，找到顾县城老贼关印的下落。哦，说来听听。9000岁，您该不会忘记关押在大牢里的杨莲吧？杨伯伯，他是官居2品的左都御史，本座当然知道。在您老人家的花名册里，他可是东林叛党的首脑人物啊。那是当然。你的意思是？卑职以为，不如把叛贼杨莲压在闹市之上，当众施以酷刑。一方面可以杀鸡儆猴，告诫其他人不要与9000岁作对；
另一方面，说不定还能引出更多的东林党余孽。如真所言，的确不失为一个好法子。既然如此，卑职这就安排将杨莲择日示众。且慢，旧千岁。红影啊，本座知道你和杨莲是旧识，正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我看这样吧，你现在就赶往巡抚衙门大牢，对杨莲小以大义，劝他迷途知返。倘若他能够归顺本座，日后为朝廷尽心，那本座就给他一条生路。哎，这杨莲毕竟也算是治国之才啊。颖儿啊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呀？全凭义父定夺。好，那就照本。哎，大家的拉高点，别着凉啊！马少飞，我说你完了你还不信？这个媚娘怎么了？你真完了！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现在是个光棍，你老当着东京宫就说我这些。快，我得躲一躲。没事儿，别紧张。你现在是女装，他不一定能认得出来。走。哎，对呀，那我好好逗逗他。让开！你让开！凭什么我让开？我喜欢走路的中央。长成这样都走路的中央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凭什么我不能走路的中央？贱人！居然骂我是贱人！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说过我是贱人。喂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骂人怎么了？我让你立刻道歉。对，想要道歉？哼，休想！你，难怪书上说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呢。哎，你这个小丫头啊！我明白了，你就是那个可恨可恶的女人。凭什么骂我？你说一个女子，她迫于生计去醉月楼陪酒卖笑也就罢了，可是长成你这个样子的都去醉月楼，你不是赚钱去了，你是找乐儿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说长成你这样还去那儿找乐去？像我这样的正经男人才不会给你乐呢！哼，长得跟丑八怪似的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就是，你说醉月楼都跟你这样似的，长得跟母夜叉似的，我们还怎么去醉月楼啊？就是啊。啊不，那个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去醉月楼啊，找我的衣服。哎，对，衣服。我告诉你们，醉月楼里面没有一个好家伙。你居然敢骂东秦姑娘，我跟你拼了！我！算了，清者自清，他要说什么，由他去吧。咱们走。哼，我今儿个要是不着急找我相公，我告诉你啊，走，我见你一次我揍你一次，这辈子找不着你相公，我见两次揍两次。气死我！我求神拜佛，希望再也见不到你，还有你这狗爹！还说呢，差点被人认出来，快走吧。哦呸！你师父让我教你读书认字，我就有责任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才。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当一个有用的人，一定要写好字。知道了。你看，这是你的名字，叶红叶。倒杯水给我。是，千户大人。杨伯伯，喝口水吧。不许你这么叫我，你不配。杨伯伯，你是我的启蒙老师。我不是，我要真是你的老师，怎么会教出你这样不知廉耻、敢为鹰犬走狗的学生？学生从来没有辱没师门，
恩师谆谆教导，学生谨记在心。是吗？我都教你什么了？你说给我听听。从小，恩师教我知廉义、明洁身、奉忠尽孝，我都没忘。如今我为朝廷尽忠，为义父尽孝，我扪心自问，您教我的忠孝两全，我不是都做到了吗？你为谁的朝廷尽忠？你又为哪个义父尽孝了？朝廷自是指当今皇上，义父乃当朝重臣9000岁。混账！你中的是昏君的朝廷，效的是奸贼的义父，在这里还妄谈忠孝二字，你简直是个大奸大恶之徒！恩师为何如此诋毁皇上和义父？我句句肺腑，没说错。我恨当初我把你视如亲子，把唯一的女儿冬晴许配给了你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私事暂且不提，我今日特来传义父口谕：若是你能大彻大悟、迷途知返，日后报效朝廷，便可既往不咎。住口！说穿了，你是来说服我，让我顺从魏忠贤那个奸贼的。杨伯伯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的是你，我没有错。你若还念半点师生情谊，就听我劝，赶快回头吧。哎呀，我们骗你干什么？这种事情是要杀头的。我相公真的是东林党？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。原来马尚飞，他是东林党派来的人。我相公是东林党。你没事吧？你相公是官府通缉的要犯，你还笑成这样啊？哎呀，女儿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几？还是这样？我相公是东林党，就他那德行，他是东林党。那东林党的人不都成了酒囊饭袋了吗？喂，你说这话未免太伤人了。是，你的相公长得是不怎么样，可是他毕竟也是方圆百里内最有魅力、最具传奇色彩的龟奴。哎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在我这做龟奴是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。你看，哎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我没骗你们吧？我真的是被那帮东林党人给暗算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赶快告诉我相公在哪儿，不然我就把这给拆了！别！哎呦，我真的没骗你，你相公真的是官府的反贼。哎，不信你问问他们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们能证明你相公是反贼。反贼！这么多人能证明，难道我相公真的是东林党？叔叔是不是不相信红影哥哥，要我去监视他？叔叔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可是叔叔就是想知道，在红影心里，我这个做义父的和他的启蒙恩师到底孰轻孰重啊？您不该怀疑他的，红影哥哥向来对叔叔尽心尽孝。可他毕竟只是义子，只有你才是本座的亲侄女儿。好了，你快去替叔叔看看啊！面对杨莲那个反贼的时候，红影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，你说，这么多人同时骗你干什么呀？藏着他有什么用啊？你相公又那么能吃，藏着他早晚会把我吃穷的。那他人呢？被我赶跑了。哎
呀，你把他赶跑干嘛？那当然喽，这窝藏罪犯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要问我？哎，我再跟你说，那些官府的人可不是善男信女吃斋长大的，他们折磨人的办法可多了，什么抽筋扒皮呀、倒刺钩子鞭呀、烙煎人肉饼啊。哎，要是被官府的人知道你是反贼的妻子，连你也活不了了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就听听花姨的吧，她是过来人，她什么都知道。你这个孩子就是太死心眼了，你干嘛这么死心塌地的呀？啊，你说你年纪轻轻这是干什么嘛？世界上好男人他有的是，你不能一棵树上吊死，是不是花姨？不，我曾爱弟集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，生是马家的人，死是马家的鬼。我要去找他。哎，等，哎呦，我都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了，天下的男人那么多，干嘛非要跟一个官府的通缉犯呀？嫁给一个反贼是没有好下场的，弄不好要掉小命的。你不怕呀？我不怕，我曾爱弟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反贼随反贼。哼！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哎呀，这孩子太倔了，太死心眼了，真是。哎，你女儿都成这样了，你还跟没事似的，还不赶快去追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她这么大人了，会照顾自己的。花姨，要不咱俩喝点啊？追呀！哎呀！我还以为吓唬吓唬他，就能让他对马上飞死了这条心，别再上我这醉月楼胡搅蛮缠。没想到她竟然是个如此贞烈的女子。要是就这么害了她，那我岂不是造孽吗？唉，言官滥掌篡权，朝中忠良凋零殆尽，都给侍中魏大忠一生为官清廉，最后却冤死在东厂大牢，家人甚至买不起一口薄棺为他收尸。将军袁崇焕屡战屡胜，居外敌于千里之外，却屡遭贬低。一代名将熊廷弼为我河山，功勋彪炳，到头来却被栽赃贪污的罪名，惨遭灭门。像我杨涟一介文官，扪心自问，无天毫之处，愧对社稷百姓，却被定了叛国之罪，锒铛入狱。你看清了吗？你效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朝廷啊？不要再说了。你不要在混淆中间一错再错，是非不分了。我叶红影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只知道凡朝廷难容的，便是天地难容的奸恶之徒。亡羊补牢，未为晚矣。听我的忠告，这是我唯一能帮你的，否则我真的是救不了你了。枉然，真是枉然！枉费我费尽忠言，也难把你劝醒啊！那你就不必再白费力气，妖言惑众了。潘汝贞，你来做什么？本府奉了9000岁之命，若叶千户不能说服反贼杨涟归顺朝廷，那我只好将他拉到城门施行，以儆效尤。什么？尽管来吧！我杨涟宁为取义而玉碎，不为苟存而瓦全。好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呀！我就不信你的骨头能硬得过我的刑具。来人，在，把反贼杨涟给我钉上刑台。是。啊！
杨伯伯，你何必受这种皮肉之苦呢？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够了！叶千户，我可是奉了9000岁之命，惩治反贼啊！你要是妄加阻挠，这代乎职守的罪名，我可担当不起啊！你，红影哥哥，这件事是叔叔亲自授意的，你若妄加阻拦，势必会惹恼叔叔。人远，上完了这炷香，我们可就是姐弟了。我要乖乖的听姐姐话。真乖。马尚飞，你怎么还跪在菩萨面前啊？你就不怕菩萨嫌烦呀？到底有什么愿望？快说！我就一个愿望，腿麻了，快点扶我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你们俩都有店儿，我没店儿你还催我？我就一个愿望，那个每天喊着哭着要嫁给我的臭婆娘，永远见不到我。我要天天和你们在一起。哎，人远，你还有什么心愿？趁现在赶快告诉菩萨。我希望菩萨保佑，能早一点找到袁大将军，把我屁股上的官印烙痕交给他们，这样他们就能完成爷爷的心愿了。你放心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你这么有孝心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。那姐姐，你有什么愿望啊？我的愿望，我希望能早日找到我爹。把反贼的双脚也钉上刑台。狗贼，来吧，动手，杀了我，给我一个痛快！让我留着最后一点尊严，帮我解脱！快动手啊！杨伯伯，红影，你如果念在往日之情，照顾好冬青，答应我啊！我答应你。还要你照顾的人是谁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动手，快呀，快呀！哎，快给我个痛快！好，动手，我给你个痛快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你不清楚吗？我是在帮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根本看不得他这么痛苦。来人，将这反贼的尸体给我卸下来，像拖条死狗一样拖到大街之上，游街示众。不许对我老师的遗体无礼！叶千户，这可是9000岁的意思。我要亲自送杨伯伯。一路走好，影儿送您上路了。
相公，你在哪儿啊？别让我找不到你。不管你是不是反贼，这辈子我都跟定你了。哎呦，这谁呀？多可怜啊！这都已经死了，还吊在这儿。哎呀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，真可怜呐！太可怜了。啊，乱打！哎呦呦呦！哎，你说可怜呐，这一家人。是吧？哎，你们看，那边挂个人吧。鼹鼠哥哥也在那边。那个人，怎么了，姐姐？你认识那个人？好像是我爹。啊？是你爹呀？不会吧？不会的，我一定是看错了。不会的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无论是贩夫走卒，还是公侯将相，只要是和朝廷作对，得罪了9000岁，就是这个下场。都给我看清楚了，吊在面前的这个人，就是官居2品的左都御史杨涟。爹，姐姐，姐姐，放开！姐姐，平时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但是这次我不让。火影哥哥，别跟着我。放手，姐姐！别看你官兵那么多人嘛，你现在却送死啊！那个是我爹，他死得这么惨，你放开！哎，是英雄哥哥。妖人，你干嘛点他？你先别说了，赶快带少爷回去。干嘛呀这是？相公。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没那么容易。哎呦呦！哎呀！不好意思啊，真的认错人了。大胆反贼，不准走！我说了，我不是反贼。还狡辩！我刚才明明听见你喊反贼杨涟相公。我哭错人了。即便你们不是夫妻，也脱不了干系。来人，拿下！哎呀，你押回大牢，严刑拷问。是。快跟我走！憋死了！是你救了我。这是哪儿？你问的这不是废话吗？我是个老鸨，又不是尼姑，这里当然是醉月楼。你以为是尼姑庵呐？我警告你啊，我可是个知书达理的真烈女子。你要是想逼娼为良啊，不，逼良为娼，没门儿！哎，谁逼你了？我这不是救你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让我欠你的人情，然后让我陪酒卖笑报答你。哎呦，什么跟什么呀？你也太有想象力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有那么坏吗？我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。我可是个有妇之夫，我要去找我相公。不许离开醉月楼，给我绑上！哎哎哎！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不知道我力大无穷吗？听见没有？放开我！快！我知道啊，普通的绳子是绑不住你的。可是我早有准备了，我叫他们准备了一条泡了水的牛筋。你是挣不断的，不信你试试。你放开我！我告诉你们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想逼良为娼，哼，没门儿！乖乖在这待着吧，我去换衣服去了，好好看着他。
原来被吊在大街上示众的尸体，就是东婷他爹杨连阳大人。是啊，东婷姑娘一心想给她爹收尸，我想拦都拦不住。所以你就把他给打晕了？对呀。马尚飞，这次你做的真好。经常这样。马尚飞，你还知不知廉耻啊？沽名钓誉，粉饰太平，非其公而居之路，乃君子所不耻也。打晕姐姐的不是你，是英雄哥哥打晕的。哎，你说的英雄哥哥，不就是那叶红影吗？对，就是那狗贼。这个神机营的狗贼，一天3变脸，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花姨，外面有3名自称是袁崇焕将军派来的人，想见你。袁将军派来的人，一定是13铁骑来接应我们的。那我去见他们吧。哎，慢着，先别急。这13铁骑我们谁也没见过，谁知道是不是官府派来的奸细？我先去探探他们个究竟。杨伯伯，我有心救你，可我无回天之力呀。在下石破天，岳新川。讲了，咱们兄弟3人是奉了袁崇焕将军之命，前来接应顾县城大人的遗孤的。我也听风尘双侠说过，3位莫非就是袁将军座前的铁血13骑？啊，正是。这13铁骑，不会只有你们3个吧？其他人呢？啊，是这样，咱们3兄弟和其他兄弟是分开进城。怎么，他们还没到你这儿？哎呀，说真格的，这里每天在我这醉月楼进进出出的男人这么多，还真就是没有见到你那些失散的弟兄来过。啊，可能是人生地不熟，还没找到醉月楼吧。哎，花姨，我听风尘双侠说这个顾大人的遗孤就在你们醉月楼里，能否让在下见见呀？这个人对他失散的弟兄毫不关心，对风尘双侠不闻也不问，却急着想知道人怨的下落，这似乎太不合常理了。花姨，您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向袁将军交代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实不相瞒，那孩子啊，已经离开了我们醉月楼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哎呀，都怪我不好，没能看住他。什么？顾大人的遗孤不见了？是啊，哎，他整天嚷嚷着说什么他是什么知礼上义的名门之后，待在醉月楼里有失了他的身份，所以前天晚上趁着我招呼生意忙，一时给疏忽了，就让他跑了。有这种事？我也已经派人到处去找了，可就是没找着。哎，我对不起袁将军，对不起顾大人呢。我们兄弟3人在这无锡城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跟着顾县城的遗孤又从未谋面，想要找到他这个人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3位，不如就在我这醉月楼先住下，等你其他那些兄弟们在我这里聚齐了之后，再从长计议。毕竟人多好办事儿，也有个照应嘛。为今之计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义父，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单独一个人来见我？孩儿不知。杨莲死了，
还死得那么惨，你同情他，可怜他，那都是应该的。孩儿没有。如真都已经告诉我了，说你在杨莲的尸体面前站了很久，这些本座都知道。孩儿，不用说了，为父都明白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当年你师父战天云和杨莲情同手足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不，有些事情是永远也过不去的。我还听说，杨莲是你启蒙授业的恩师，就连你的名字都是他教会你写的，感情不浅呐。请义父，切莫错怪了孩儿。孩儿不愿意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。若是义父不信，孩儿这就死在你面前。住手！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之。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吗？孩儿自幼随师父习武，由师父抚养成人，由义父栽培成才。红颜心中没有父母，只有师父和义父，所以师父和义父就是我的父亲。既然你也把我当成父亲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要是伤了自己，岂不是不孝吗？孩儿不愿意做一个不孝之人，更不愿意背负对义父不忠的罪名。你我虽非骨肉，亦无血缘，可是，在本座心里，你就是我的血脉，是我唯一的儿子，甚至比一个亲生儿子还要亲的儿子。这些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红颜承蒙义父厚爱，不敢须臾淡忘。那就好。况且，你我父子情深，本座怎么会怀疑你呢？你对本座的孝心，天上日月星辰可见，皇天厚土可查。可是，那杨莲毕竟是对你有恩，他这一死，想必你心里一定是不好受。你为之动容，本座能够理解。要是换了本座，我也会跟你一样的。多谢义父体恤。还没醒啊？这鸡汤，哎，你看都快放凉了。鸡汤啊，趁热喝比较好，有营养。一放凉就没味儿，也没营养了。你现在还热，要不然我先尝尝，我也补一补啊。你还补啊你？你瞧你那脸，像面盆一样大了，你怎么还补啊你？是。你把这鸡汤放下，我要给姐姐喝。怎么样？冬青还没醒啊？这叶红影下手未免太重了。花姨，刚才你跟几个自称是袁将军派来的人聊过了，他们有什么可疑的吗？他们真是袁将军派来的呀？他们到底是不是袁将军派来的人，这我不能肯定。但是要说到可疑，那3个人的身份真的很可疑。你们俩都给我记清楚了，千万别让那3个人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。待会儿去跟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说，把那3个人给我盯紧了，不准让他们离开醉月楼半步。花姨，你是不是太多心了？我不是多心，我这是小心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这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姑奶奶，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活着，就是因为小心。哎，你们千万记好了，绝对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。你的意思是那个叫花姨的老鸨开始怀疑咱们了？我是在想，顾先生的遗孤
与铁盒的钥匙关系甚重。按说，花姨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她怎么可能这么不小心，把那小孩给弄不见了呢？这么说，他是有意瞒着咱们，故意不让我们找到顾先生的遗孤在哪儿。我这个也只是猜测了。哎，你们俩有机会到处看看，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本座本想让你给杨莲收尸，也好聊聊你的心事。可是这杨莲毕竟是东林叛党的首脑之一，放着他是本座的死敌不说，他妖言惑众，抨击朝政，数落皇上的种种不是。本座要是随了你的心愿，让你给他入殓安葬，恐怕会有损天威，无法照信于天下百姓啊！孩儿明白。你该不会怪义父吧？孩儿不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难得颖儿，你能如此深明大义。不过有件事情，为父还得提点提点你。孩儿受教。本座以为，忠孝二字，忠字要永远摆在第一位。在忠字面前，任何情感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。多谢义父提点。千万记住义父一句话：想成为一把锋利的宝剑，就不能轻易动情。无论是亲情、爱情，或是友情，明白吗？义父的教诲，孩儿谨记在心。回去吧。是。叶红英，你太多情了，注定无法成为一把最锋利的剑。当你不能再为我所用的时候，我会亲